哎，宝贝儿，你脑袋进水了吗？我脑袋没进水，我妈说我脑袋被枪打了，所以我看上你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满眼的爱意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既然选择了你，你就再也不会选别人。你放心吧。你想干嘛？大白天的，妈，你为了他，你不要这个妈，不要你家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你不承认健健是我们家庭成员之一的，你不承认他，就等于不认可我。不是我不要这个家，是你这个家不要我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，张健健，他能给你什么？给你一个破面摊，还能给你什么？妈，我没想到你这么现实，你竟然用物质来衡量张健健对我的感情。你觉得钱能够证明一个人的感情吗？原来你是一个这么不懂爱的人，怪不得你找不到真爱。你说妈找不到真爱是吗？你找得到真爱？好，我祝福你，我祝福你们两个永远在一起。还有，我告诉你依依，我告诉你李依依，从今往后你不要后悔。阿姨，你快去跟你妈道歉啊！不，他应该跟你道歉。你妈她没有错，他用物质来衡量你对我的感情，难道他没有错吗？那些都不是问题，所有的一切时间都可以解决，我可以做给她看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都不应该那样跟你妈说话。我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就是让你彻底的离开他，辞职，跟那小子一刀两断。爸，你真的让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。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这个爹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能让你跟那姓黎的在一起。怎么了？你就是恶心，看着我恶心，还是想吐？我。怀孕了。葡萄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挺难受的吧？算了，都过去了，我早都不想了。我只是希望你和健健能够幸福快乐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怎么啦？我妈还是不同意我和健健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妈可能因为之前婚姻的失败，所以她总是用物质去衡量感情。我知道我妈都是为了我好，但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和健健现在虽然是没有什么物质条件，但我想证明给我妈看，没有物质的爱情一样可以走得很好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快说。阿姨，您是因为张健健家里条件不好，不能给依依一个很好的生活保障，所以反对他们吗？你觉得有错吗？当然没错了，世界上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。这一点你可比依依懂事啊。阿姨，我跟依依真的差远了。虽然我家经济条件不错，我从小就看惯了大人们用金钱买卖利益关系，所以以前我也觉得只要有钱，什么都能买到。可是最近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儿，让我真正明白，爱情是真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但是这个世界上啊，万万不能缺的就是金钱。哎，你家有钱不在乎呀，那个张健健他家是个穷光蛋啊，什么都没有的。阿姨，钱没有我们可以赚，选择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呀。您现在之所以这么想，是因为您不了解健健。等你了解他了，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的。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爱情，放弃了我提供给他的大好的赚钱机会。现在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？可是这不就能说明他是个有担当的人吗？依依和健健已经等到了他们的爱情，
这么美好的事儿，阿姨，你忍心去破坏吗？哟，小郑，今儿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？啊，好久没通话了，怎么了？咱们医院又出什么八卦了？你跟我说说。真的呀？哎呦，哎呦，好好好，谢谢了啊！哎，哎呦，这可真是啊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们。怀上了，太好了，你可真行啊，王可可，和李小俊很好，你就怀上了。我都这样了，你们还拿我开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好事儿。谁开玩笑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爸不同意我跟小俊在一起。要是被他知道我怀孕了，我夹在他们两个中间，我爸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我就真的招架不住了。你这个老爸还真是挺糊涂的。哎，你可别劝可可当什么单亲妈妈啊！我才不会呢！这么可爱的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定要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可可，我觉得现在真的没有任何事情比组建一个完整家庭更重要的了。你一定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自己要是当了妈妈，会是什么样子。哎，老王，医院那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哎呦，我都知道了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啊，是不是？咱们盼来盼去，不就盼着2个孩子结婚能有自己的孩子吗？好事儿，对吧？老王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还会让可可把那孩子他不要了？可可啊，有件事情，妈妈要告诉你，小俊不是我生的，是28年前我在医院捡回来的，他是一个弃婴。小俊不是您亲生的，那他自己知道吗？他也是最近才知道的，是因为你们的婚姻出了状况，你的爸爸为了维护你，不小心告诉小俊了。那您为了小俊，从来都没有结过婚啊？是，我从来没有结过婚，所以我不了解婚姻。但是我对小俊有满满的爱，所以我把你们的婚姻就当做了我的婚姻，你们的婚礼当做了我的婚礼。可是，在婚姻之中，我真的一点经验都没有，所以做了许许多多的错事，让你们受了很多的委屈。当我知道你有小俊的时候，我有多开心。最重要的就是，我真的很羡慕你。我虽然自己没有生过孩子，但是我知道，一个孩子是母亲生命的延续。真正的母爱，是要在这个孩子长大之后，学会放手，将他的手交到他最信任、最爱的人的手上。这个人就是你，可可。可可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就是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？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力，我也相信小俊并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爸，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相信他呢？
如果李小俊无法跟我解释清楚，那个姓沈的女的为什么会为他自杀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生下这个孩子的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不想我！哎呀，你要尊重你自己的生命。我的生命我自己做主。哎，停！你听我说，你想自杀，老天爷不会让你如愿的。你到最后自杀害不了别人，却伤害到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老板，来碗面。阿姨，妈，你这又是要唱哪出啊？怎么啦？我路过这里，我肚子饿了，想吃一碗面，不可以呀？哎，怎么啦？啊，我来捧你们的场，你还给我脸色看啊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我可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我呢只是想过来啊，了解情况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同意我们在一起了？哎，我可没有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哦。我现在要好好的研究，看看情况再说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阿姨，你想吃什么面？我马上给你做。过来！啊！去把碗拿过来！哎，把碗拿过来！去把西红柿切了，把西红柿切了。先别盛了，把西红柿切了。别！啊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是不是要这个？是不是要这个？爸，我想找可可说两句话。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可可现在怀孕了，最需要的就是我的关心。你现在知道关心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爸，不管我做错什么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我真的挺对不起你的。爸，我想跟您谈谈。我们是应该好好谈谈。你上次跟我说过，要保住这个孩子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要慎重考虑你和小军这个婚姻呐。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孩子了，您还要让我慎重考虑婚姻？难道您希望我的孩子也像我一样，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吗？我希望能够给小军一次机会，也给我的孩子一次机会。就算他真的做过这个事情，我也会原谅他的。但我相信他没有错。啊，可可怀孕啦！姐，这是大喜事儿呀！是，当然是天大的喜事儿了。我现在啊是喜忧参半，可可怀孕那是大喜事儿，可是这个王金国呀，
哎呦，我真是闹不明白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了。他非要拆散可可和小俊，他为什么呀？还不是为了那个姓沈的那个女的，闹自杀、闹撞车的。这王金国呀，非要把这件事情栽到我们小俊身上，说是小俊惹的祸。不过话也说回来了，这事儿也确实有小俊的问题。哎，你说人好端端一女的，她为什么要为他自杀呀？啊，总是说不明白。兰卓，人的这一生，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，我们要常常为别人着想，去了解别人，为别人做点事情，你会发觉，生活会变得很多彩。我根本不知道多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如果你愿意试着去做的话，你就能够感觉到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是在可怜我吗？我不是可怜你，你是一个好强的女人。今天走到这个地步，我要负点责任。兰卓，只要我能够见到阳光升起，我愿意陪你走。能走多远，我们就一起走多远。依呀，累不累啊？我不累，妈，我现在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充满正能量。那你要小心照顾自己身体，不要太辛苦了啊。放心吧，妈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放心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可姐啊怀孕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家里有喜事儿了。对呀。哎，但是个老王啊，很奇怪的，死活不同意小俊跟他在一起啊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姓沈的女人啊！葡萄，你帮帮我哥吧。小俊哥，他怎么了？我嫂子怀孕了。可可姐怀孕了？那我能帮什么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嫂子的爸爸心里一直有一个结解不开，就是因为你小妈上次自杀那个事儿。因为沈兰卓自杀，所以可可姐的爸爸就肯定小俊哥和沈兰卓有事儿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找沈兰卓证明小俊哥的清白？好。每一个犯过错的人，都有一个可怜的理由，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的委屈去伤害其他人。现在可可姐已经怀孕了，可他们却因为你面临离婚。你能不能好好面对这件事，也让你自己的心里有个救赎？我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就是让你彻底的离开他，辞职。当我知道你有小小俊的时候，我有多开心。如果李小俊无法跟我解释清楚，那个姓沈的女的为什么会为他自杀，我是绝对不会相信李小俊的。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段时间，来证明我很爱你。
是难以婉转。喂，只剩下寂寞的纠缠。要用多少的痛，多少的爱，换回你的心。待会你们好好聊，我在后面等你。最后的等待，也被淹没在深海。该用多少时间，多少眼泪，你才能回来？心还在期待，却说不出来。我喜欢他，我想占有他，喜欢到了疯狂的地步。是我特意安排他来我公司工作的，也是我特意占有你们的房子。我每天巴不得你们为这个事儿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离婚。可我输了，输得很惨。但其实我也应该谢谢小军，是他让我开始思考，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。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爱情，直到李小俊说起你们的爱情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爱情那么的美好，那么的幸福。从那一刻我就在想，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拥有这样的爱情。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对待爱人那样对待我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也没有一个人真的用心的关心照顾我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后来李小军给我买了一碗粥，在我生病的时候，虽然那只是一碗没有味道的白粥，可它却甜到我的心里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面有多温暖吗？真的好幸福。所以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个关心我的男人，应该就是我想得到的爱情。我以为我只要得到他，我就可以得到所有你拥有的一切。所以后来，我为了博得他的同情心，我就特意把自己撞伤。他心里是爱你。上次他送我去酒店，他只是把我送进房间，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你。一个人最大的缺点，不是自私、任性，而是固执的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就想给你道歉。对不起，错了。以前我总是压抑着，现在心放空了，感觉像要飞一样。谢谢你啊，还有葡萄。虽然我付出了双腿的代价，但我收获了更多。你不要谢谢我们，你现在拥有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，你应该谢谢你自己。
下一切都好了，是吧？事情清楚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小俊呐是值得信任的，没有被外面的女人蛊惑，对不对呀？还有啊，我们可可的坚持也是最正确的啊！我说老王啊，你看你前面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我觉得你应该郑重其事的向2个孩子道歉。我必须道歉。我道什么歉，对吧？那个，这都是误会嘛，误会是吧？嘿，我就说嘛，哈，这个我女婿怎么会做出那些事情？是不是？是，哎，小军呐，老爸以前对你。我就放心了，我就希望你们今后的生活当中啊，相亲相爱，好好过日子，珍惜每一天，好吧？ Baby 怎么对你说 I miss you Baby 怎么对你说 I love you 竟然牵着你的手走到海的尽头，一起做一个做不完的梦。小俊，来，大家动筷子吃吧。 不错啊，挺丰盛。哎呀，我最高兴看到这个样子了，全家人啊在一起，多开心呐！今天这个家才真正像一个家了。辛苦你啊，妈，做这么一大桌子菜。不辛苦。哎呀，美琴，那我敬你一杯了。哟，辛苦了。这会儿想起我来了。来，咱们一起吧。哎，后背。妈。 我替他喝吧。哦，对，懂事，懂事。谢谢妈，谢谢爸。可可怀孕了，看来短期内工作上的事情只能我们自己负责了。我觉得可可现在真的好幸福啊，都快当妈妈了。哎，这话可不像是你讲出来的。你怎么想生孩子了？我没啊，我就是觉得，其实婚姻。 也没这么差劲，
毕竟全世界这么多人都走向婚姻了，对不对？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天哪，你这是想结婚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跟大成挺好的呀。哎，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，幸福的婚姻绝对比一个人的时候要强。这再强的女人都需要一个港湾，这家就是港湾。什么相亲？哎呦，您打错了，以后别打这电话了啊！哎，真受不了。干嘛相亲呀？啊，不是打错了。美琴，我看啊，你这样做也未尝不可啊。你可以去到那试试嘛，试试自己还有没有魅力。行啊，你陪我一块儿去。请问你是李美琪女士吧？是，对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走，没关系。啊，这是我们是亲家。对，我们是亲家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他姓王。啊，王先生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就是他女儿嫁给了我儿子。对，我女儿嫁给了他儿子。你们聊。我们谈话是不是不方便呢？有什么不方便？你看这环境多好，人也不多，又安静，有什么事你们就聊，没关系啊。看你比你的照片年轻多了。那当然了，这可会保养了。你平时是怎么保养的？早起早睡，哎呦，那讲究。哎呀，老王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相亲呢，我就说了2句话，你说了一大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这个人啊，跟你不合适。你看长那样，头发还没我多呢，没睡醒似的。跟你真没法沟通。小琴啊，这婚姻啊，就应该选择自己合适的。那什么叫合适呢？就是良师益友，生活中的老伴儿。嘿，我说老王啊，你这么些年都单着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现在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。哎，为什么不考虑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还在等着可可妈妈回来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人家在国外都结婚，孩子都有了。我明天还得去相一次亲。啊？您还去相亲？您不累啊？你陪我去啊？行。您什么眼神？刚才没看见啊？没看见咱长得跟土豆似的？不是，不要光看人家的外表是吧？要了解，没准是心灵美貌。那样的心灵美吗？王建国，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干扰我相亲呢？我怎么是故意干扰你相亲了？不理解好人心，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啊，我再相亲的时候，你不用跟着我，自己去。那不行，我一定要替你把关。你帮我把关，你知道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吗？啊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是。回家。走啊！我觉得我妈她可能就是开窍开得晚一点，但凡要是早一点，她现在身边都有一个人能照顾她，我也不会那么内疚了。那你说，你妈由我爸来照顾，他俩会幸福吗？我觉得他们俩还挺合适的吧，虽然他俩平常不少呛呛，但感觉还挺有默契的呀。看来你还不傻嘛。我只有在你的面前才是那个傻小子。我发誓，这一辈子都要傻傻的呵护着你。
先生您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我想跟我女朋友求婚，我想找一个比较特别的戒指。这一套呢是金至尊特别推出的 K 金彩蝶系列的，您看一下。你记得我第一次带你来看游艇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我记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点点滴滴。在这里，你给了我希望，你让我对未来开始有憧憬。是两个人的梦想，也因为我们彼此一直坚持，努力不懈，所以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。我们共同的梦想。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国宝，我现在有随时候命，无论你让我干什么，我都去干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辜负你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。这是一枚特殊的戒指，我想要送给一个特殊的人。我曾经答应过他，不让他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更想要你分分秒秒都守护着。还是难以婉转，只剩下寂寞的纠缠。要用多少的痛，多少的爱，换回你你愿意的嫁给我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他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他也没有动，也没有长大。他叫爸爸了。心还在期待，却说不出来。我要去希腊。